台湾经过日本介管，阁有国民政府威权统治，才慢慢行到民主自由的现代。今年已经86回总统府资政姚嘉文，这阵是出版一本新册，叫做《民主台湾100年》，希望互民众会当来了解到台湾的民主奋斗的过程，嘛对即卖政府来提出建议。 台湾历史上对民主政治的启蒙和追求，对100多年前就开始啊，就是1921年林献堂带回路顶人推动的台湾议会设置迁权运动。这100年中间发生地景事件、228事件，也有美丽岛事件和田南永驻分等等。总统府资政姚嘉文将台湾民主发展的经过写落来，出版新册《民主台湾100年》，希望让民众了解台湾民主奋斗的过程，嘛提出民主政治的反省。 我最严重就是立委减半，立委减半当初草率的决定，只有减半，但是这个席位的分配都没有讨论。本来事情都要讨论，要兼顾各方面，不同族群、不同利益的人，结果没有讨论，做出来的结果当然都不是健全的。 姚嘉文用2年的时间收集历史文献和相片，伊嘛透过民主发展的过程甲改革提出问题。无论是2005年修宪通过国会释出减半、地书质询品一降价，还有小党恶生存等等，也是讲2004年提出的宪法修正案，地书修宪的条件变甲愈严格等等。历史学者认为，这对台湾政治来讲，拢是真重要的反省。姚志正也对我们民主政治走到现在所遭遇到的困难或是在 改革的过程中留下来的问题，他也有很多的反省。那台湾最大本土力量的领袖都在享受台湾民主化的成果。对推动民主化不再像以前那样热衷。姚嘉文认为，唔但是国际上直直在讨论的2500号国旗文，也是因为国会乱象衍生出来的日头花运动、青鸟运动和大罢免等等，拄到危机，拢会让台湾人勇敢站出来，嘛拢让台湾民主愈拼愈勇。姚嘉文希望透过这本册对历史的记录和反省，通让台湾的民主政治会当继续顶进发展，愈行愈在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